美军防止中国势力伫咧南海扩大，要伫咧菲律宾增加4个驻军据点，两大是伫咧吕宋岛的北部挖进台湾。因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啉咖啡未明显刺激心脏，实验者心跳较无稳的，上无拢是啉到2杯以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美，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关心台海情势。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讨对台湾的交往准则，而且是呼吁讲要废除台美交往的限制，友好两边的关系。另外，针对中国可能的动用军力，菲律宾的总统是表示，允准美国伫咧菲律宾增加4个驻军据点，其中有2个是伫咧挖进台湾的吕宋岛北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就表示，到2027年的时阵，中国恐惊就有拍台湾的能力，所以即阵增加这几个军事据点，主要就是要阻挡中国伫咧南海势力扩大。美国关心台海情势，美国众议院23以104票赞成，就7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确保强化台美双边关系，并寻求废除美台交往自我限制机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听证会当中也认同 CIA 局长伯恩斯提出，中共自2017年有反台能力评估。FMF is one tool. We appreciate the authority. We also appreciate the drawdown authority, which we're looking at. But we have looked at how we can be most effective in supporting Taiwan in its defense. 布林肯也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加强军购，强调家己是签署上一件对台军售案的国务卿。国务院过去10年来，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总额将近400亿美金。美方伫印太区域甲中国维持战略竞争，不止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甲菲律宾要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总统小马克思表态，允准美军伫境外5个基地，搁增加4个军事基地，包含三苗里斯省、巴拉望省，尤其伊莎贝拉省甲卡加延省，这2个就伫咧台湾的吕宋岛北平。I am aware that the emerging threat to our territory and our emphasis o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requires adjustment in our strategy. 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果执利用。针对菲律宾调整战略，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扩大部署，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爱地区国家保持警戒，避免和美国利用靠自人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日本首相菅义伟向早一卡4首的作相仔去访问乌克兰，真侪人拢真好奇讲，为什么要抓4首仔出访？原来这作相仔内底是在日本旗服顶头有写一定的胜利的饭时，送予泽伦斯基做礼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检方以涉嫌受污洗等的罪名，甲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李在明起诉。李在明骂检方有政治目的，强调伊会继续抗战。英国《Times》报道，英国前首相强森伫咧疫情期间参加 party， 违反防疫规定。国会那是举行听证会，强森强调伊绝对毋是调工讲白惨误导国会。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洛杉磯校車司機、學校餐廳員工、教師助理等3萬多人罷工爭取加薪水。雖然是有42萬的學生不抵停課，不過有不少老師甲家長攏支持這項罷工。上尾是《華盛頓郵報》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分析音樂家貝多芬他們的 DNA， 發現有肝病遺傳風險，真有可能是因為食酒肝硬化過身的。而且貝多芬的 DNA 甲目前要在世家族甲無合，懷疑毋是因老爸親生。美國拜登政府是按說要全面禁止國內使用 TikTok。TikTok 的執行長周淑珠是要出席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討論資料安全，牽連中國當局等等的問題。而在這聽證會舉辦進前 ，TikTok 是講自做公關。有一陣網絡名人甲民主黨的議員是伫咧國會山莊辦記者會支持 TikTok， 呼籲政府莫針對伊。各界關心的 TikTok 執行長華府聽證會舉行的真正，3位民主黨眾議員保曼、普肯、加西亞，含一陣 TikTok 網眾佇華府國會山莊前召開記者會，呼籲制定範圍擴快允許法律，列為所有大型社群媒體公司，毋是干那針對 TikTok。
Our First Amendment gives us the right to speak freely and to communicate freely. And TikTok as a platform has created a community and a space for free speech for 150 million Americans and counting. That includes many of the content. That's right. 我们后壁这阵手提保留 TikTok slogan 的梦想，有做胖师傅、升学资讯业者、社会工作者、手工业师傅，口数拢有上百万的粉丝。若是 TikTok 和拜登政府用禁用外国科技法案彻底封杀，真侪人会出来随时就要吊顶。TikTok has done much more than just give me exposure. It has actually allowed me to increase my income by 700%, and this extra income has allowed me to support myself, build a studio, and pay staff. And then this platform is taken away, then I'm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do that. 40岁周秀珠出身新加坡，有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MBA 学位。2002年5月出任 TikTok 执行长，伊伫2月发表一段影片，展现7000个员工伫美國嘅力量。Today, I'm super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more than 150 million Americans are on TikTok. That's almost half of the US coming to TikTok to connect, to create, to share, to learn, or just to have some fun. This includes 5 million businesses that use TikTok to reach their customer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se ar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联准会长宣布，阁升利息1码。自去年到今，美国是已经升利息19码啊。联准会主席鲍尔就表示，这对抗通货膨胀的路永远坎坎坷坷。不过，决策官员的态度嘛暗示，升利息的程度已经立要结束。也若是咱的央行，今日暗头啊嘛宣布讲升利息半码。央行是考虑到讲咱台湾的物价油源起甲真凶，所以决定要升利息半码。到今已经加强升3码啊。卖厝的业者就估算，若是派9千万的贷款分30年还，即阵逐个月利息会加纳3600几块，30年加起来就要加纳132万，大头实在真重。这侪人日常生活逐工拢会啉咖啡，这对身体健康嘛袂歹。不过有的人啉落总是感觉讲这心脏是皮肤菜。不过，根据英格兰医学杂志一项研究报道，认为讲这啉咖啡甲心脏皮肤菜无明显的关系。研究是发现讲，多数参加实验的人心跳的频率拢是正常的，只管心跳较无稳定的人，上无拢是啉到2杯以上。另外，有啉咖啡的时阵，确实活动力会较好，甲无啉的时阵比起来，平均逐工是加行1000步，困眠平均嘛减36分钟。根据大家人消化速度无同，这困眠受影响的程度嘛有差。咱的卫福部是建议讲，逐工的咖啡因的建议量是爱控制伫咧300毫克以下。这300毫克到底是偌济，实在真歹讲。像是一寡现磨的咖啡，若是磨较高的，一杯可能就真崩啊。而且亲像巧克力豆、药啊，甲一寡食到会有精神的饮料，拢有咖啡因。所以讲，这数据只是参考，咱也是爱根据家己的身体状况来去加减减，才袂伤害到健康。真侪人拢会逐工啉一杯咖啡，真侪大型的研究拢证实咖啡内面的多酚会当增加身体抗氧化的功能。咖啡若啉较适量，对健康是好的，但是咖啡因对心率的影响是一直无定论。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第2日发表一项咖啡因的新研究报告，研究人员追踪100个40岁左右的受试者，分做啉咖啡和啉无咖啡因饮料的来对照，结果发现讲啉咖啡并未明显增加一种叫做心房早期收缩的破心的几率，但是一天若啉超过1杯咖啡的一寡受试者，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心肝头泡泡彩，就是心室早期收缩的症头。另外，啉较侪咖啡的人困眠嘛会较少。The significance of people having a few extra heartbeats. So in this case, it was about 50 over the course of the day on the ventricular. So that's the main pumping chambers of the heart side, and no differenc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art. That difference is not going to make a much difference clinically or in someone's
health over the course of a long time. 科罗拉多州大学的医学教授讲，这项研究取用敢若取100个，而且研究的时间敢若2礼拜，代表性小可无够。伊嘛因其他的研究讲，咖啡因是无一定对有心脏病的人有害。伊嘛认为讲，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有一寡心脏毛病的人，拢无理由讲，因为这项研究就莫啉咖啡啊。Until we have a lot of very comprehensive electronic health data that we can kind of compare over time and look at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similar people. 另外，这项研究嘛，搁一摆证实讲，咖啡因代谢的速度较紧的人，较袂因为啉咖啡就去影响到困眠。根据研究，一个大人逐工食的咖啡因是莫超过400毫克，就是安全的范围。虽然讲咖啡是真芳真好啉，嘛是要看家己的身体状况来啉，这会当对健康发挥上大的功效。公司新闻周淑芬编译。中国有一项新发明，就是咱边仔看到这风的喙唇。发明者讲，这是为着互分离的净化嘛会当小金。这风的喙唇毋但有温度，会叮当，看起来是真神奇。不过，袂少民众是感觉讲有够碍叫，无法度接受。中国业者研发的这个设加3D 喙唇，不止用模具伴入喙唇的压力有温热的感觉，甚至用透过手机 App， 还能看对方面按下针。发明产品的条件普表示，伊想法是来自中国伫新冠疫情期间，长时间放射会甲女朋友被迫分隔，无法度进行人甲人的连接，就决定用这概念去创作伊伫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想要到作品一出来，就引起话题。今年1月开始量产公开来卖，卖260块人民票，差不多是1155块新台票，到即马已经卖出3000组。使用方法就是进入国体一台，开启视讯连接 App 了后，就进入小针的情景。然后这个装置还会有一定的发热的感觉。当然，毋是所有人拢能接受这种产品。路透社记者摕影片伫街路找人访问，发现大部分的男性表示肯定，女性是感觉无必要。我觉得没什么作用，而且买这种东西我觉得蛮变态的，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其实比还不如视频，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就是这都很尴尬，亲什么都行啊，不一定非得亲这个东西吧？我觉着不搞笑，因为我比较开放，我觉得这种玩具很好。然后我也不觉得变态，因为这属于一个私人使用的物品，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发明的人表示，这个产品并无要取代人甲人的接触，单纯是降低交流的成本。真人感情交流是无法度取代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产品的使用顶悬有真大的中间地带，烦恼会被滥用。发明的人是同意有这种可能，要加强 App 监管。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当年3月是响尾蛇生团季节，这响尾蛇是互人看到就惊。不过，美国德州的甜水店却是办大型庆典，当地民众是雕工破起由因蛇出动，甲因掠起来剥皮即蛇毒。有动保人士就批评讲，这款活动实在伤粗残，根本就是把蛇当作佚佗物的领地。响尾蛇的尾是一直簌叫，搁一直吐籽，拄着威胁的时阵，就随探头，搁会讲偷家，看起来是真恐怖。但是德州西部的甜水店有只只居民唔那袂惊，搁甲掠蛇当作兴趣。This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bigger ones. You know, they typically are not this big. 每年3月，甜水店拢会伫个响尾蛇常常出入的季节办掠蛇的庆典，一堆人搁组团去蛇窟，想办法引蛇出洞。We'll put about a quarter of a cup, maybe a half a cup of gasoline in the back, and they don't like the fume. So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you know, they'll come out to kind of get a breath of fresh air, and as they start moving towards the front, you know, we'll start snatching them. 但是，伫只破气由引蛇出来，有可能去伤害到其他的动物，引起动保人士的批评。Like putting gas in the den. What about everything else that's in the den? You know, even if you hate rattlesnakes with all your heart, you know, there's all these other things that they share their dens with. It harms the environment, you know. 所以来自当地的体育馆办的响尾蛇庆典，互动保人士是看甲戆面，因为因甲所有掠到的蛇送来遮了后，即蛇毒、刣蛇头、搁剥蛇皮，甚至甲蛇当作是佚佗物。
主办这项活动的人讲，抓皮会卖予做皮制品的，抓毒会卖予研究单位，但是动保人士调查了后发现唔是安尼。And we have not found any kind of reputable researcher o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hat's using venom collected from these events. 动保人士认为讲，德州这项向买蛇的庆典，规个抬蛇的过程是真残忍，呼吁德州政府和宾州爱管制这种活动。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非洲国家南苏丹经过内战12年前独立，不过这4年却是一直受到水灾之苦，全国有2/3拢淹伫咧水底，无法度做菜，嘛无法度笑种生啊，有770万人要其失踪。专家就警告讲，气候变迁毋但造成环境灾难，百姓为着抢食食、暴力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水是淹袂停，厝拢淹甲无去，牛群伫一片大水内面，根本就找无草通食。非洲的内陆国家南苏丹已经连续4冬做大水，就算大季已经来啊，积水嘛是无退，造成全国有2/3的土地拢像安尼泡伫水内面。其中以北部城市板梯乌上严重。Kaya na ide rolo gorel gay yon sa war me na rol gay ko yigi bom nyam witin mo yigi mo mi mo 当地民众想要用土去做报花，但是根本就无法度挡大水。There's no record of Bentiu being flooded like it has been for the last 2.5 or 3 year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unique. 大水和路含田拢淹去，河板体会当住人的所在是愈来愈少。当地民众讲，因即马会使讲是逐工拢爱搬厝，因为今仔日大个所在是大个，但是明仔载有可能就淹水。加上南苏丹独立无偌久，就伫2013年到2018年之间爆发内战，有10万的难民来到板体乌，即马到底要住伫什么所在，已经互居民真头大。另外，大水嘛造成几百万只因饲的动物死亡，惨嘛无法度种。有770万人无物件食。Kau gar, kapan mana yo ba karunwang, bangyo chamir gur mi ketil guaje ya. 南苏丹即摆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分配粮食，互因才会当小可解决无物件食的问题。但是受到俄乌战争推升粮价，慈善机构援助的预算嘛拢减，这个援助根本就无够，真侪民众只好去挽路边的野果来食。有的人是该徙去南部饲牛羊，但是抢土地和资源，嘛造成真侪冲突。专家警告，气候变迁做大水，南苏丹会搁较无稳定。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同款是面临环境危机的，阁有南美洲。委内瑞拉首都是长欠水，水道水1礼拜敢若供水一届敢若2点钟尔。所以讲民众是逐工拢咧四界找水源。也若是巴西里约瓜纳巴拉湾，是因为欧北岛本色欧北漏废水、海水防污染甲真严重，已经强要变做黑色的。在几啊点钟的车，四界找会当装水的所在，已经是契约逐工拢爱做的代志。We come here to get drinking water every 2 weeks, and for my own household, I have to get it every day because we get water sometimes once a week and just for about 2 hours, if it even arrives. So otherwise, we wouldn't have any water. 契约是住伫委内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伊阁算好运的，厝内有当时也阁有水。另外一个乌提利亚是已经过20几冬厝内无自来水的生活，收入较低的社区无水通用，是委内瑞拉真侪年来未当解决的问题。当地经济规个放弃了后，国营自来水公司阁较严重的失灵，无法度维护基础设施。加上最近几年愈来愈热，降雨嘛减少，欠水的问题阁较严重。遐回应力做一个调查，委内瑞拉厝内有自来水供的人，敢若27%无断过水。另外，伫因隔壁国的巴西嘛有水资源的危机，原因是污染。我巴西第2大城里约热内卢的瓜拉巴拉湾，真侪年来因为欧北岛本素、欧北白废水，佮无人处理的废弃船只，一寡所在已经无法度收水。We were pushing pieces of rubbish around. We thought we'd go for a swim, but now when I need to cool off, I go to the showers. They're a bit further away, but at least there's no rubbish.
远远看过去，海水拢是乌的。当地环保团体讲，乌水乌白白的乱象已经足侪年啊，政府煞拢无咧插。纽约内卢州立大学一项研究阁显示讲，伫迄个所在每1秒都有18000公升无经过处理的废水是排入海湾，逐工有90吨的粪扫因为乌白病流入去海内面，阁互边仔的红树林湿地变作粪扫岛。这毋但互海湾是失去观光的价值，嘛威胁到海中的生物。像遐本来有200只的回文海猪，即马敢若剩30只尔。When they feed, they ingest particles, pieces of solid waste that float in the bay, and they end up dying. 污染嘛，互掠到的鱼是减少真济，严重影响到当地的渔业经济。环保团体当地和渔民合作，请因帮助参加清理计划，而且伫湿地顶悬，搁种树啊40公顷，开互咱马地应该有的形，改善生态系统。公司新闻7万0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